继续来关心，2年前新北市一间国中发生一个少年的甲一个国中生抬颔棍的案件，当日专案定线，不过受害者的家属是无法度接受这个判决的结果，发声明批评少年事件处理法是恶法。今嘛有民间团体甲因赞声，讲3月14要去立法院外口真情抗议，要求修法。 我之前才跟你说，我们做人必须要明辨是非对错，造成一时名利上红权。有时我都怀疑，我究竟是否做错了。伫校舍的个别室真自责亏欠，唔甘囡仔伫学校组织其他班的同学，竟伫教室抬杠，互压倒攻击死亡。判11年、12年等同。我们陪他们审完这个刑期之后，他们过1、2年，他们就可以出来了。 2年外前，这件新北国中生挂颔棍案专案定案，平勇的细龟少年甲西人的细林少女，共判12年甲11年的徒刑。对被害家属来讲，判了无当，更加控诉，伫少年事件处理法的保护之下，只要执行1/3刑期，就会当申请假释。今嘛有民间团体成员有个发起定控，针对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部分，重刑到底它能不能涂销，或者是说它的涂销年限是不是要拉长？少事法里面它还有一个家庭辅导，对，那我们希望去强化这个家庭辅导的职能。鉴定3月14上街，这个伫立法院外口诉求少年法修法，有提悬少年法的假释底函，未当简单撤销检区。 其实1年外前，司法院已经提出修法，将少年定案记录改做无条件撤销，由案伫立法院审查。面对这摆诉求，司法院回应，伫无违反世界儿童人权公约的原则下，会妥善精进提出修法。也毋过对少年杀人刑案，反对会当采用国民法官制度。 社会即将要承接这2位回来啊，我们都知道呢，不管今天时间长短，适度的做匿名化或者给他们一个代称以后呢，让我们知道他们现在接受的处遇的内容，让我们知道他们现在的改变状态，这是我觉得非常必要的。专案的2名少年犯将机会会登到社会，要学者建议伫合法的范围内矫正署定期公布2个人的矫正处境甲心理评估计划进度，和全民共同监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